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正義女神終於迎嚟大結局，喺經歷過咁多場驚心動魄、爾虞我詐嘅謀殺案之後，編劇喺最後一幕反而安排咗一單看似微不足道，但係意義深遠嘅小案件作為結尾。呢單案係講一個小朋友袁子健因為打傷親生爸爸而被控傷人罪。喺法庭上邊，言官一如既往咁冷靜，佢問被告袁子健，點解你要喐手打爸爸？隨住子健嘅回答，真相慢慢浮現，亦都令全場嘅人動容。原來子健好錫佢阿嫲，阿嫲就快80大壽，老人家心願好簡單，只想食一餐豐富嘅大餐。子健為咗幫阿嫲圓夢，慳吃儉用，儲咗好耐錢，終於儲到1500蚊。點知呢筆血汗錢竟然俾賭鬼爸爸偷咗去賭錢，仲輸得一乾二淨。子健當時係因為一時憤慨，覺得爸爸唔單止係偷錢，仲要係偷走咗佢對阿嫲嘅一份心意，所以先至會衝動喐手。聽完呢個故事，法庭上面嘅氣氛變得好沉重。袁爸爸聽完個仔嘅心底話，終於醒悟過來，佢當眾向個仔道歉，承諾以後戒賭。而子健亦都明白到，無論爸爸有幾錯，自己動手打人始終唔啱。言官同個爸爸講，子女嘅錯其實係大人嘅錯。喺言官嘅引導下，兩父子喺法官面前互相講咗一聲對唔住。言官最後判決撤銷袁子健控罪。佢認為法律雖然要維持公義，但法律嘅最終目的係希望社會同家庭可以重回正軌。既然兩父子已經冰釋前嫌，亦都明白咗尊重同愛嘅重要性，比起懲罰，和解先至係最好嘅結局。呢一幕大結局話俾我哋聽，正義女神對眼雖然蒙住，但佢嘅心係熱嘅。法律唔係冷冰冰嘅條文，而係保護每一個人、每一個家庭嘅最後防線。多謝大家陪住我哋一齊追晒成套正義女神。你對呢個大結局滿唔滿意？最後呢單案有冇觸動到你？歡迎下面留言分享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我哋下一套劇重案解密再見。